第八高入调会变第四低入调。直直白白骨骨热热白白。第八调变成第四调的第四调，较像第三调。注意听看卖，你就知。直直白白骨骨热热白白。八调的变化内底，咱就要注意高降调是第二声变第一声，高平调第一调变第七调，中平调第七调变第三调，低降调是第三调变第二调。因为搁个第三调是上低调，搁变袂落去，所以煞变做原音去哩。第三调变第二调，高降调二变一，高平调一变七，中平调七变三，低降调三变二。安尼咱会当发现有一个循环变调，有循环性。二变一，一变七，七变三，三是上低，伊的变调煞变做上悬，三变二，二搁再变一，一搁变七，七搁变三，安尼。一直二一七三二一七三循环变落去，这我甲讲叫做循环变调。这明仔载咱会搁继续讲。第五声升调，五变七。中平调有人嘛变做，毋是，我先讲一遍。第五声升调，有人变做中平调，嘛有人第五声变第三声变做低降调。这个第五声是真特别的，有两种变调。变第七，甲变第三。低入调变高入调，高入调变低入调，低入调搁变高入调。所以第四声、第八声是互相变来变去，四变八。八变四，四变八，但是内底遮的第四声是比较较低丝啊，第八声会变调，变第三声。小啊，遮小可讲了小可会，请斟酌搁再停，家己听一遍，后壁会搁继续说明。